木棉道这一条，这是应该是在80年那时候，大概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提倡种树，刚好就有一批这样的一个木棉，他就说，好像有人要把这些木棉丢掉，然后他就说，要不然来，我们就来种我们白河这边，所以从那边大概这样快要这种了大概20-30年了。最重要是交通问题，应该要改善，要比以前更前卫，应该跟里民找一定块地，农民找一块地。让提供一个便利的停车管道，这是我的建议。欢迎大家来白河扫木棉道。哇！今年咱的花长得开，长得水。咱今年咱的白河区公所赶快的用市集，然后我们农民伙伴以及我们整个表演活动来为我们这地方进行点缀。来这边，然后去了其他的地方，再上网一看，就看到这边可以过来看木棉花，感觉上很浪漫的哦。慢慢的走一下，然后。要拍很多照片嘛？对，要拍很多照片。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您看过木棉花吗？在台南欣赏木棉花最著名的地点就在白河林出皮。这条道路周边种植了大约793棵木棉树。曾在2015年被选为世界最美花道之一。今年花季活动自2月下旬开始，欢迎民众亲自前来欣赏世界级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台南的这个木棉花道其实就是以林出皮最具盛名，它是全世界在2015年的时候被评为全世界15大。木棉这个林道漂亮的林道，也是亚洲唯一入选的。我们除了鱼有龙焉之外，我们更要把这个景点经营得更好。目前为止花开的还不多但是随着气候的转变，我看大概下个礼拜开始花就会开得很漂亮。当然，这个地方的经营从过去历任的这个区长镇长还有县长市长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印证了。除了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之外，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有心经营一定会更加兴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再努力，能够让北台南的地方找到一个更漂亮的这个秘境你看我们这边有林出皮的木棉花，有落羽松那还有许多像后壁老街像这个青寮老街这些的地方，我们都一步一步把这个地方经营起来，让台南更成为一个宜居、宜游、宜住、宜旅的地方。希望大家一起来。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当知影中国暂停进口台湾往来消息以后，市府就开始研究增加往来伫网络销售的方式，到网络购物平台甲超商合作，向台南购买2500公斤的金钻往来。嘛欢迎市民做伙用行动来支持台南的往来。为了支持台湾往来，有网络购物的平台向台南市政府采购2500公斤，而且独家甲便利超商合作。适合市长嘛来到超商，再次呼吁大家做伙以行动来支持台南往来，为中象征性打上马上购买标志，并且伫网络选定冷冻食品落单以后来超商取货，当中得送1克啊金钻往来，限量1万份。市长强调，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正处互更较侪人认识有一个台南往来。我们不是因为情绪而挺凤梨，不是因为一时的热情而已。我们其实为的是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大家凤梨真的是好东西因为它的好处、它的口感、它的鲜甜，还有许多等一下接下来凤梨的加工品这个都是值得大家这个去热爱的、爱用的。
所以我们是靠品质取胜。那台南的关庙凤梨，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新的凤梨制品，都值得大家去体会。因为不管全台湾许许多多的年轻朋友们有很高的消费力，GDP 也到一定的高的水准，所以不管是网购，不管是实体通路，都欢迎来爱用台湾的凤梨，也欢迎大家来喜欢台南的凤梨。这摆网络购物平台除了送台南金钻旺来，另外所采购2500公斤的部分卖涨价，提供规粒的青果，也佮有切好的冷冻旺来，要互消费者选买，方便又佮美味。论局表示，旺来不管青食、拍果汁，还是做料理、做串冰，拢真赞。啊，其他创造无共形态消费方式。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甲惠光导盲犬学校签署低势能无障碍家园宣言，希望透过公私合力，为新疆朋友甲老大人打造无障碍空间，要互低势能的朋友袂去受到环境的阻碍，顺利通行。好，那我们准备出发了，好，前进。台南市长黄伟哲将目睭揢起来，由导盲犬带路，亲身体会视障朋友伫路顶行路的感觉。虽然看袂到路，但导盲犬详细又细腻的倒影，撇开了路顶的障碍物。由此可见，导盲犬的训练是相当的严格，但路顶的状况是千变万化。为了让加适龄族群以及导盲犬有一个良好的行路空间，台南市政府甲惠光导盲犬学校伫5日即天签署加适龄无障碍空间宣言。低势能无障碍家园签署同意书。无障碍家园的一个签署，事实上台南市是6都里面最后一个签署了，但是我们希望说，从今而后，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对于低势能的这个好朋友，他们的一个生活环境，以及他们的生活居家环境，以及他们在公共区域的一个环境，来做一个好的一个整理。惠光导盲犬学校嘛，呼吁民众伫路顶看到导盲犬，爱遵循4不一问原则，包含不喂食、不抚摸、不呼叫、不拒绝导盲犬，以及主动询问视障者敢有需要协助，这会来做视障朋友的开路天赛。其实20万的台湾的视障者及家属在生活上遭受到的这些障碍和困难，其实绝大部分是来自于2280万明眼人，因为认识不够和了解不足。那所以我们也才开始推一个我们的开路天使计划。加适龄无障碍家园宣言签署的重点包含视障无障碍引导、通道无障碍、楼梯安全、电梯方便使用、路口设置有声好地点，希望未来公部门伫公共建设，也则是社会住宅设计基础，就会当加入这设施，做伙互城市变了更加安全、更加友善。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昆山科技大学承办原住民族委员会109学年度沉浸式族语的教学，有2项的计划。透过遴选考试，总共有12位学员参与族语教保员的培训，上午举行开训典礼，期盼未来有更加侪原住民的幼儿得到帮助。原住民族语发展法伫咧通过以后，原民会就陆续推动各项的族语政策，并且持续培育原住民族语教育的人才。昆山科技大学对民国102年试办计划，到今年第7档来参加教保员的培训，总共培育45位族语的教保员顺利进入幼儿园来教学。今年更增加12位的生力军。这个政策的产出会创造就业机会之外，背后的一个族群的生命、一个族群的语言跟一个族群的文化，要不要继续传承，都需要。所以我们有责任。当然，国家有这样的政策，要透过中间一个学校组织来协助我们来推动。所以今天特别来是要特别谢谢这一次进入的12位新的这个族语教保员，你们要在这5个月之内要有800个小时的时间要去做研习。那我只能够用台语的话讲，罗盖华，你一定要加油。今年12位新聘的族语教保员，总共来自6个族群，包括阿美、赛德克、泰雅、布农、排湾加沙奇莱雅族。
8语言8，其中萨西莱亚更加是濒临危险的族语。现场教保员嘛以原住民语来自我介绍，并且点燃圣火，象征学员团结一致、互相扶持，承接族语复振的使命。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结合10外妇女团体，伫妇女节进前举办会议，提出6大妇女政策，呼吁政府相关的部门要重视弱势妇女的现实困境，建立辅助措施甲政策。伫国际妇女节进前，台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甲10外个在地妇女团体代表，针对受迫妇女、未成年妈妈、障碍妇女、中高龄妇女、新住民女性甲单亲女性族群，提出妇女6大平权政策，呼吁市府要重视这6类弱势妇女的现实困境，建构辅助政策甲措施，维护基本的人权，甲实现性别正义。呼吁公司部门一起来重视这6大，包括受暴妇女、未成年小妈妈、障碍妇女、中高龄的妇女、新住民妇女以及单亲女性这6大族群。那分别我们希望有6个诉求可以让更广为周知，就是受暴妇女呢要能够充权自信，能够支持他们经济自主；未成年的小妈妈是要破除刻板歧视，争取社会友善；那障碍妇女是无障碍医疗与友善环境；中高龄妇女是广设照顾者社区支持系统；那新住民是要落实平等平权及促进就业；单亲女性则希望能够积极开展社区家事支持服务。社会局长陈英基嘛特别来到现场，听取妇女团体的心声，并伫现场做出回应。对着受迫新住民妇女，社会局社会家暴甲性侵害防治中心、新住民服务中心为妇女提供基本的安全照顾。伫未成年妈妈，社会局嘛透过未成年怀孕服务以及后续追踪辅导，进行校园社区宣导，建立青少年正确性教育。对着障碍妇女，陈英基表示会透过辅具服务、升降体适能，并协助解决硬体上的无障碍通行。对着中高龄女性的照顾压力，嘛有提供居家日间照顾等喘息服务。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休困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历史建筑原台南陆军协行社修复工程举行动土典礼，由市长、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以及地方的人士、工程单位代表共同参与，祈求工程顺利。位伫公园南路靠近北门路，这栋原台南陆军的协行社，伫民国94年国防部迁出以后，原本预定要拆除卖地。后来经过地方居民的抢救，伫96年登录台南市的历史建筑。经过中央甲地方的调查研究甲修复的设计，才伫109年争取修复工程的经费，并且举行动土典礼。第一项，开地平安，动土顺利。第二项，树德风机金心底固。第三项，地基坚固，国运昌扬。除了历史建筑的外观很具有艺术性、文化性之外，它本身的功能性也是值得我们很多学者可以进行研究的。历史的古迹是死的，如果不好好利用的话，就任其破败。那如果好好整修利用的话，不但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做一个历史教育、文化教育。而且它古迹还可以活用，所以大家看到许多台南的一些古迹，像忠义国小的礼堂，像这个新化的这个街艺场，许多的古迹都被活用啊。这更不用提到山上水稻花园博物馆这些部分，事实上除了让我们后一代下一代可以做机会教育、做科普教育、做历史教育之外，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当初这个历史的存在的意义。
因此我们热切期待，也深寄予厚望，对于这个协行社这个会馆的一个整修工程能够如期如职的完工。市府文化局甲文资处表示，原台南陆军接行社是由3栋建筑来组成，是属于木骨的洋风石造的建筑风格，外面有欧式风格的半木材的结构。这间工程以创建时的原貌保存修复，工期大约1100工，发包的金额是7027万，由文化部补助一半，估计113年3月底才会用完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台南在地建设公司环国建设所规划第1届环国杯国小艺术棒球锦标赛，5号伫安南区的亚太国际棒球场举行，总共有13队台南在地队伍参赛，比赛也伫市场开球以后盛大展开。5号上午会使看到台南市13间国小的棒球队，拢聚集伫安南区的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的小棒场地。因拢是来参加第1届的环国杯棒球锦标赛。会有这个赛事，是因为台南在地的环国建设公司总经理为了回馈乡亲，加上家己喜爱棒球，希望为台南培育更较侪优秀的棒球人才，才特别举办这个比赛。从小就对棒球有一个憧憬。那在以前所居住的一个地区是在台南南西偏乡的一个地区，那整个的一个经济环境比较。不允许这个在打棒球这条路，所以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就是将后来有机会的话，能够在这个棒球能够推动，而且来支持。那为举办这一次的活动，是因为在我们上次世界杯棒球虽然击败日本队，把奖杯留在台湾，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台南市级的一个选手入列。那有感而发来讲的话，整个推动从台南这个少棒的一个国球做起，这样子。对，那预计这次比赛第1次举办，那明年陆陆续续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响应。市长王伟特也特别来到现场，除了感谢企业的支持，也亲自来开球，并勉励选手要保持运动家的精神。我们台南可以说是棒球之都。我们也要努力在下一代就未来的这个国小少棒又是棒球的基础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感谢环国企业，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能够举办这个比赛。我们其实政府举办了比赛，还有民间举办了比赛，大家一起来振兴棒运，来让棒球有更多人参与，那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在3级棒球赛少棒。青少棒、青棒到成棒，我们都能够有非常好的人才，但是要从少棒开始。希望说今天的比赛圆满，大家都能够有非常杰出的表现。最重要的，展现运动精神，这是我们所衷心期盼的。这届的赛事除了得到名次的队伍会使得到奖金以外，选手参赛所穿的制服也是主办单位所赞助的。因也是希望让选手穿着全新的球衫来争取好的成绩。会中知名的棒球选手大师兄林志胜也到场为小选手加油，现场热烈温馨。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近年来，技职教育愈来愈受到重视，希望学生会当培养一技之长。台南市教育局5号公布今年的技职教育系列活动，除了传统的技职博览会以外，现主时也扩大各种的技职教育，甚至要让学生为国小就开始了解家己喜欢的项目。强化技职教育是台南市教育局这几年来努力的目标之一，希望让学生会使培养一技之长，成为产业界重要的人才。今年除了举办相关的技职体验活动，也将会扩大举办的范围，让学生会使更较紧、更较简单找到家己喜爱的科系或者是技能。5号上午，教育局也举办相关的记者会，会中市长王伟特也以甲无同学校的学生来互动，勉励因会使持续来努力。我们借着这个技职教育博览会也好，技职教育向下深耕也好，我们可以让我们除了高中只在高2、高3的时候才想到说将来要走的路线，不如让他们在国中甚至国小的时候就有机会能够对于各种这个技职教育来产生这个尝试性的兴趣。除了传统的技职博览会，台南市教育局也将技职教育相关的体验课程安排伫国小的时阵，
加上互老师熟悉相关的课程，希望互学生会使提早发现家己喜爱的科系，同时老师也会使直接来帮助因了解家己的专长。一般的县市都是在国中以上，我们是从国小，那么从这个学年度开始呢，那么给他们呢安排到高职甚至科技大学去探索各种不同的职业的一个学群。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透过这个技职院校他们的设施设备，然后来让我们老师也去体验，让老师不会只有教他专长那个领域，也能够认某一个职业学群。那他了解职业学群到底在学什么，未来的进入发展是什么，他在班上才能够非常精准的去辅导学生做适性选择。教育局表示，生涯发展甲基职教育相关的资讯，现在拢有公布伫教育局相关的网站，学生拢会使上网来查询。也希望家长甲学生会使共同找找适合学生家己的一技之长。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媒体制作优质的儿童少年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特别主办颁奖典礼，并且评选出得到5,000的优质儿童少年节目。今仔日要带你来看的是得到5,000推荐，由原住民族电视台所制播《记得萨拉嘎湾》。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制播的《记得 Saragawan》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评选为5星优质儿少节目。制作单位深入原乡，深度记录部落的记忆文化，召唤原民青年一同完成盛大的仪式。这次很高兴，非常可以就是得到5颗星的这个奖项，然后非常谢谢就是制作团队以及就所有就是参与这个节目的，不管是幕前幕后，还有以及就是所有的部落的族人，都能谢谢他们能够就是参与这次的节目的录制。那当然就是很开心，就是评审也看见了，就是我们很辛苦制作出来的节目。这节目就的确是要花很大的心力，就是去到部落，然后就是深刻的纪实，部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对，然后真的很非常谢谢。优质5星儿少节目内容忠实呈现原民的生活样貌。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媒观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5星奖活动，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